敬请收看台视东北虎点秋香。希望姑娘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这害你。这不是东北好的话，你哪要害我呢？因为我认为这腹肚是你的，我不爱，所以要害你。希望姑娘，是我的，也是东北好的，有啥物无共款？你不是一定想要爱一腹东北好的肚，那呢你就收来啊！不爱，我不爱你。我认为你送我这腹肚是有目的的。是你的物件，我就不爱收。是我的物件，你不爱收。假使若是东北虎亲手送予你，你敢要收？你就是无信任我啦！你不管是在咧怀疑我，秋香姑娘，我一直想要找机会吼，甲你证明讲，我就是东北虎，东北虎就是我。你就是东北虎，你莫想讲你自称是东北虎，我得答应你替我画相。你这个人为着要画我的相，一路安尼高高甜，所以袂见啥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东北虎，东解元，哪会是像你安尼的人？哦，伊毋是亲像我安尼，那呢我甲你借问者，伊是安怎才是东北虎咧？互你气干呢，我真是罪过。人咧讲真金不怕火，我自然会找机会，甲你证明，我就是真正东北虎。啥物？老饭店破病？人讲病了无去，学生就担心咧，想要去看伊，请太师宣传。老饭店甲我这么多年朋友，你是介绍来教阮囝，那呢，我就劳烦你早一寡认心，啊，甲白银百两，算讲我对伊的关心。啊，廖健先生，你若有啥物需要，尽量做你开嘴。我想要带秋香姑娘做伙去。主人白当，无要见客。我才骗太师讲文书咧破病，想不到这个老饭店竟然打出破病二条啊！这么拄啊好。开门啊！你是唔捌哦？阮兜主人白当啊，我进去啦。祝好啊！我是东北虎，来开门啦！唐公主，这个是你哦，请入来。啊，恁兜老爷真正咧破病啊！阮老爷都爱伫讲你尔，你入来一看就知影啦。感觉了
连先生真正就是东北虎。金铁白马走三关，要转来中原哪见啊大船啊！喂，好食好食真好食，老汉灯啊！哦，食到享受呢吼。有咧惊死看，等久啊等会到啦，出现啦吼。这几天为了你吼，我东江南第二财主强要变全国第一骗子啊！我知。先生的气质只互你为着，准备要回去啊吼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是专工对华太傅啊，将秋香公主带来互你看的啦。秋香见过祝老爷，哎呦，佢水甲一蕊敢若花吼，骹手短，鼻目喙嘛拢有，是毋是前人间来出西施，连这种的你也好？祝老爷，秋香是奉太师之令，替你送来白银百两甲人参，替你补身体。既然你身体这么啊健康，秋香过世。等，莫安尼啦，讲正笑地，你也咧生气。我最近为了要甲按摩，我嘛足委屈的呢。即摆人叫我拄着啊，无少个念两句啊，我会足艰苦啦。其实吼，我甲伊好朋友啦，互相斗气求进步啦吼。你看，人都无生气啊，你生气，代志拢是你的啦，若要见怪，嘛爱怪这个撞骗好啦。秋香姑娘，但你即摆相信我就是真正东北虎。我只是想袂到，堂堂一个解元公，哪有可能为着一个查囡仔委屈家己去华府嫁妻？原因足简单的啦，就前人间来出西施啦。哦唔闹，伊甲你当作神仙呢。讲煞话，煞？秋香姑娘啊，我想要甲你画画吼，真正无歹意啦。我只是要甲你新鲜的气质画，然后伫我画的顶悬提高伊的境界啦。我希望你会当相信。我无像你讲的遐尔啊好啦，新鲜的气质，秋香不敢当。我看你也是去画别人啦。秋香姑娘啊，但你家己讲过的话，哪会用反悔啦？你毋是讲过，这个天下间你敢若愿意用东北虎画画尔？你即摆更唔肯啊？等，来。哦，你两个讲几波意思，就讲你连画都还袂画呢？对。我拼啊看。恁小弟一讲到毋拢来遮咧讨人呢，我点要自赞伊袂调啊？你看袂画？老顽蛋啊，莫紧张，莫烦恼啦。我等下随写一张批哦，但麻烦你派人甲批送去阮兜。你的意思是讲毋转去少？猪都还袂教完呢，画都还袂画咧，我是袂转去啦。你正经无法死，你毋甘愿你看哦。因为我一个金孙，心肝孙的，你上爱这文房四宝，阿嬷阁买一副新的要互你，你就爱赶紧倒转来哈。安妮啊，阿妈，安妮啊，你看，英儿啊，已经叫人送批倒转来啦。真是的，你看卖者。看卖。阿妈、阿爹，因为不好，互恁烦恼。离开厝恁这段时间，一切平安，请恁会当谅解。因为一生的志愿，就是伫画艺上求进步，画出名流千古的作品。也若无我的人生，就全然无意义啊！请恁相信，我一记得倒来甲大家团圆。注重，阿妈甲阿爹，就麻烦你照顾。请大家原谅，因离拜寿。心肝孙的，阿嬷袂怪你，阿嬷袂怪你啦，只要你平安倒转来就好。安妮啊，你就莫阁烦恼啊嘛。伊是毋是咧批顶都有讲伊真紧就会倒转来甲咱团圆啊。
文丽啊，武丽啊，你敢未写完哦？我看已经遮尔啊暗啊，明仔载才写，休困一下啦。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。迄老师吼，明仔载就要转来啊，伊会甲阮检查呢。阮这经书若无甲抄好了，会去互骂啦。想袂到啊，你两个会遮尔听先生的话啊？哦，这一定爱听啊，因为老师哦有甲阮讲过哦，以后哦，阮若准时哦写完，爱转来的时阵吼，伊就会送阮老饭店所画美女图。遐尔黑白来呢，哪会用叫人老饭店？你会知影呢？伊是恁先生的先生，叫起来爱叫师公，袂使直接叫人老饭店的啊。也毋过，迄老师逐日嘛叫伊老饭店啊，阮就缀老师叫啊，老师也无讲安怎啊。老师佫讲吼，伊定定甲老饭店做伙去游山玩水哦，佫比赛吟诗作画，输的哦，着爱请啉烧酒啦。这就叫做叫做忘年之交啦。安尼我嘛知影呢，阮和老师定定安尼，逐工佚佗吼，阮这叫做益师益友啦。这段时间确实恁真进步，阁会当出口成章。看讲免偌久，华府就当出2个大财主。安尼我是真欢喜。好好好，无阿娘莫阁再甲恁叫了，恁就多谢吼。多谢阿娘。那安尼听起来，了莲先生甲迄老饭店应该是朋友才对。是安怎伊会降低家己的身份，叫做是老饭店的门生来阮华府教册？这其中一定有啥物问题，我爱查清楚。秋香，夫人，我是专工伫房间等你。我问你，这老爷的病敢有较好？有啦有啦，伊只是染着风寒而已，伊即摆已经好真侪啊。哦，老爷为着伊老朋友的病是烦恼足侪工的。我即马听你安尼讲，我嘛加足放心的。哎，秋香，遮济。多谢夫人。秋香，你嘛知影夫人一向真疼你，根本就无甲你当作是外人。我嘛伫咧不惜有好的对象，我会亲像嫁查某囝安尼，甲你嫁出去啊。那夫人，是毋是秋香做毋着啥物代志？你今仔日哪会讲要甲秋香嫁出去？我无爱嫁啦。自细汉，就是夫人来收留我，夫人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无爱嫁啦。我要一世人留伫咧华府侍候夫人。秋香，你咧戆囡仔咧讲这戆话，来，起来。对啦，你这一摆陪了连先生转去苏州，敢有看到因兜的人吗？了莲先生含秋香同款拢是孤儿，自细汉就是祝老爷家己收留的。因两个人的感情亲像咧师徒，嘛含爸仔囝同款。哦，是安尼吗？也毋过我听华文华母伫咧讲，伊甲祝老爷两个斗阵伫咧啉烧酒，而且彼此私话，而且佫叫祝老爷是一个老饭店，根本就无成师徒，颠倒是成朋友啊！对啦，因两个私底下就亲像朋友同款，无大无小，尤其是迄个祝老爷，就亲像囡仔同款般配。伊伫咧破病的时阵，佮会偷啉酒，佮一直爱我叫伊老饭店，不准叫伊祝老爷。安尼实在有影真是老饭店，亲像因自称家己是财主的人，个性就感觉足奇怪。我感觉了莲先生嘛是真奇怪啊！唉，无定就是我家己多心。秋香，也毋过你爱甲我注意，如果迄个了莲先生伊若是有啥物所在无共款，你就会记得向我禀报知影。是。哇！
真正的呢！这老饭店哦，食到七老八老，也会当画甲较好的美女图，比美女才有研究呢。对。嘿，也毋过阿爹甲我讲过啊，伊讲哦，东北好的图哦，比老饭店的图好10倍啊。反正，也毋过吼，甲事实差无偌济。老师啊，这个东北虎吼足少年的呢，伊毋靠时间老师继续做去啦，还当对美女才有研究，画较好的图。对，这个传言袂用相信。东北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财主啦。对。其实吼，伊嘛是替真侪美女画过图啦。也毋过，伊一定是规规矩矩，无乌白乱来，而且毋是一个好色之徒。老师啊，我若毋是咧讲你啊，你来遮紧张？对啊，啊无你敢讲你是东北好的好朋友？白白拢是苏州的读册人，加减有一寡交情啦。真是啊，当然啦。老师，我来讲一个秘密啦。阮阿娘哦，上讨厌迄个姓唐的啦，所以哦，阮兜哦绝对无东北好的图。要毋过，我足希望哦，有一百东北好画迄美女图，你有法度3几百来哦。这条手带你开。对啊，而且哦钱也无够，佫会当去阮阿爹摕啊。阮阿爹嘛足介意东北虎咧，只是拢无阮阿娘知影尔。对。无问题。也毋过东北好的图呢，是无买卖。用送的。也毋过恁两个爱认真读书，我自然送恁一人1百图。多谢老师。也毋过，只是咱的秘密咯，绝对袂当互任何人知影。啊，若是知影吼，这个约束自然取消。徐阳姑娘，什么代志这么紧张要找我？拄则夫人有去我的房间问你的代志，好佳哉，咱伫咧路的就讲好要安怎讲，啊无就露出破绽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夫人开始咧怀疑我的身份啊？那嘛是你家己啦，讲遐侪有关你含祝老爷斗阵的代志，互两位少爷知，夫人唔敢会起疑心。对啦，伊敢有讲是安怎讨要阮姓董的？无啦，夫人伊是无讲。我家己惊就惊死啊！我哪敢问啦？夫人对我稳重如山，我煞会欺骗伊来帮助你，我心内是感觉绝对不起伊的。我知影我安尼做，互你足为难的，也毋过我也是不得已的。我绝对无害人之心啦，我只是要留落来一段时间替你画像啊。夫人有交代我，都爱注意你。我想，伊一定嘛暗中监视你。你若是替我画像，一定会怀疑的啦。你安尼讲也是无毋对啦。好佳哉，我身躯边还佫有2个护身符啦。啊，你是讲夫人上疼惜，啊上听你的话，迄2位少爷？无对。来，咱大家敬了连先生一杯酒。先生，我敬你。老师，我敬你。了连先生，你平常时拢伫咧老饭店的府中大汉，你拢食习惯苏州的点心，啊，你伫遮敢袂下？若袂下袂要紧，我来去苏州聘请一个主食的师傅哈。无是，你伤过客气啊啦。阿娘，听讲苏州的点心做好食呢。对啊，迄老师讲过哦，伊讲哦，老饭店定吼，甲东北好，伫船仔顶悬吟诗作赋，搁食好料的呢。老师，阮两工嘛要去。哎呀，来，啉酒。了连先生，我知影东北好甲老饭店是至交之友，相信你住伫伊的身躯边，东北好你应该是真适合。
文书甲东北虎确实真熟，也毋过学生甲东北虎只有几面之缘，无讲几句话，并无啥物交情啊。无啥物交情。老师，啊，你是讲要甲东北虎套图送运，你别去骗运哦。惨啊！我会互这两个宝贝仔囝害死。